信仰和迷信是两种不同的信念体系，尽管它们都涉及对某些观念的相信，但其本质和功能上存在明显差异。信仰指的是对某种宗教、理念或价值观的深刻相信，它通常基于系统化的教义和理论，并且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意义和方向。宗教信仰如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等，拥有明确的教义和仪式，帮助信徒理解世界，指导行为。信仰能够在面对困难时提供心理支持和内心安慰，并促使人们遵循伦理准则和社会责任。信仰通常涉及深思熟虑的反省和哲学探索，强调理性、道德和内心的平静。迷信则是基于缺乏科学依据的观念，对某些行为或物品赋予神秘的力量。迷信常常源于对未知的恐惧或对偶然事件的错误解读。例如，认为打破镜子会带来厄运，或者特定的数字能够带来好运，这些观念缺乏科学证据。迷信的信仰常常依赖于直觉或传统习俗，而不涉及系统化的理论或哲学。信仰和迷信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理性基础和目标。信仰通常有系统化的理论支持，能够提供理性和伦理的指导，对个人和社会有积极影响。迷信则基于非理性观念，可能导致无谓的焦虑或行为上的不合理选择。信仰有助于提供稳定的价值观和方向，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，而迷信则可能阻碍理性思考和有效决策。总之，信仰和迷信在应对生活挑战和不确定性时表现出不同的方式。信仰建立在理性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，能够促进正向发展；迷信则依赖于非理性和偶然的解释，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困扰。